防止非洲猪只摊开是继续对查台中的饲猪场，市府是强调讲业者咧记录喷水是拢正常。即马搁咧评估讲，敢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，也总统赖清德甲环境部是讲，即马全国咧清运油喷，维持本地的方式，避免讲来增加这个病毒摊开的机会。台中5只一间喷再利用饲猪场2日发生疑似非洲猪只，互人质疑是暗卡疫情。四大的独龙因后生讲，一开始用药控制有效，14先高转台中市动保处采检，验过尾死到117只，20就主动通报，并无暗卡。看我能控制降落来无啊？满那三这逐工有啊。中央非洲猪只离世的前景应变所记者会，台中市环保局讲，这个有问题的猪场因用喷的记录显示，拢有照规定做过正正常。虽然高雄市因为非洲猪只已经宣布每工的喷将会由环保局统一回收，不过环境部讲全国喷的清运方式无改变，也是用对肥甲生物无效处理。我们在5月、7月都有稽查记录，那它传到我们。环保单位有一个网站，就是蒸煮的温度，我看最近一次是94度左右。我们是以优先再利用，包括像作为这个堆肥或者是厌氧消化的一个能源化，或者是用黑水虻来做这一个另外一种生物的处理。伊若是毋是要禁止用喷饲猪？台中市讲，这嘛是照中央的法规，200只以上饲猪场会当用喷煮过了饲猪，以后会搁再做评估。总统赖清德是讲，中央地方应该做伙合作，那强禁止用喷饲猪，病毒可能会拖搁较紧。现在中央在考虑，那台中市政府呢，我们也在这个评估跟研究。如果贸然禁用的话，厨余到处流窜，暴露在自然的环境下。病毒的流窜传播会更容易。也若市都的大关云林关，即马伫第61线西边快速道路，也有关到153线出入道设消毒站。若是进入关内化水车，拢爱停车消毒，而且就要照规定的路线驶，全面防止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